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放音腔真养生课上的西蒙老师，今日向下来分享穴道按摩养生36式那希望呢可以帮助观众朋友变轻松、睡好落觉、加强记忆身体健康接下来就来听西蒙老师来做穴位按摩那我哋嘅提示呢，就會做一批動作一批動作都前一種燈呢差唔多40公分高，40公分嘅高度手呢就放喺一個大腿上方雙手來整直肩頭放鬆全身放鬆我哋就做嘅13式頂舌轉頭做一個頂舌轉頭之前呢，我哋都要做12式一個強健的運動就我哋簡單做一下強健的運動都頭先1、2、3、4中間5、6、7、81、2、3、4、5、6、7、8 1、2、3、4、5、6、7、8左右1、2、3、4、5、6、7、8 1、2、3、4、5、6、7、82、3、4、5、6、7、8做個強部的運動以後呢，我哋嘅強健放鬆以後，他就做頂舌轉頭最主要就做轉轉1、2、3、4、5過來1、2、3、4、5好今日我哋強健放鬆以後呢，都可以做頂舌轉頭頂舌轉頭嘅動作都會剎馬向左邊頭腦向右邊剎馬向右邊的時間把頭都向左邊轉連續動作都一個以我哋剎馬看個舌頭可以看出我哋身體有健康冇健康因為剎馬有心肺腎、心肝、脾胃腎都通到舌頭，所以你從舌頭的肩部要是兩旁比如說舌頭比較胖，可能就是濕體內比較潮濕然後舌苔太厚，就表示你的脾胃有問題所以這個我們可以做一些健康檢查每半夜的早晨頭刷牙洗臉的時間都可以看這個剎馬，看到你嘅舌苔你這個舌頭兩邊有沒有牙齒的痕跡就表示你的脾濕或者脾虛這個都是可以從舌頭的舌苔看出來那我們這個轉頭這個是對我們頸動脈的一個訓練可以給防止我哋嘅中風所以以前20年前嘅少林寺嘅師傅教我一招就是頂舌頂左邊轉右邊。一個都左邊36下，右邊36下，一共都72下。假使有時間呢，你都可以早晨黃昏的時間都可以做第14式呢，就旋轉舌眼就是剎馬都念住向下旋轉
我先做一下示范动作哈。好，嘅三马一提嘅乜嘅最顺同嘅牙齿中间哈。伊嘅向左边旋转的时间，看左边哈。到脚下时要看脚下，到右边要看右边哈，个看东方哈，所以一个连续动作哈。好，做36次哈，36次以后呢，俺那个右手边的哈。因为俺那个眼珠哈，也有3对神经的控制哈，但是俺的看东西呢，大部分都转头，啊，嗰是俺的目珠啊，目珠冇做乜嘅运动哈，所以更加嗰度近视啊、老花啦、那个视网膜哈，这个视力模糊哈，有种嗰度嘅地方哈，按你讲每年都做一个运动哈，嘅眼珠都。改好啊，但是呢，你空腹啊，目前示范啊，冇到示范以后1点半钟啊，冇因为俺那个3码的动作旋转的时间，当风哈，当风是大肠经哈，脚下是胃经啊，胃肠模拟马上要就会偏瘦哈，所以要注意一点啊，或者也可以都俺那个动作哈，好啊。第15式都叩齿固床哈，叩齿固床就刚才都讲嘅手哈，2手嘅拇指哈托稳嘅下巴哈，向前哈，向前向东方安尼。啊，那做下个时间哈，一个2片哈，一个下颚骨呀，来放松，啊，按那个速度向前向东方，啊，托稳个牙床哈。啊，你可以做。36次，也算72次哈。我平常都做200次哈，因为俺的牙床哈上下给相撞哈，相撞的时间啊，俺的血液循环哈，就俺的下视丘啊都会调动那个血液循环来到这个牙床哈，让我们牙床的这个细胞啊可以得到比较充分养分哈。所以那个按布头哈，你按布头，你牙齿痛，也冇止痛药嘅，哈，俺哋都可以做下嘅叩齿固床哈，我不是讲哈，也个牙齿啊普的时间，个痛的时间，我都叩齿哈，我都脚趾头我做叩齿固床的动作，啊，所以我牙齿完全都。冇植牙哈，就是有套牙哈，因为以前唔知啊讲，牙齿坏的时间，强开去补哈，冇牙齿怎样呀？中间呢牙齿冇的时间呢，也都会向中间去伸哈，或者你咬合哈，上下牙床咬合会个唔好啊，刚才的呼吸14、15哈，顶舌转头哈，就舌头往左边，头往右边哈。好，再来旋转舌眼。
然后扣子固床啊，扣子固床。啊，我哋做咗3次以後呢，我哋做手工哈，因為我哋做嘅穴道按摩時嘅血氣哈，向外邊散出去，啊，我哋按手工啊，手工都2隻手，講個肚臍特寫，啊做腹式呼吸，啊，就吸氣啊，呼氣，吸氣，呼氣，吸氣，呼氣，啊。做3到6次人哋都有到告一段落大家做得真好休息一下。